各位乡亲早，欢迎收看今日11月27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伫桃园机场有中营航空的地勤准备要甲中营的飞行机拖离开的时，拖车的棍仔去喊着库航的飞行机的起落架啊，好佳在无人受伤。不过飞行机害去，嘛害149个旅客行程去误着。桃园机场公司讲，已经吊销这个驶吊车的司机的许可证2个月。 原本24透早0:30分要飞往新加坡的库航 TR875班机，伫桃园机场一航下 A3的停机坪，由负责地勤作业的长荣航空公司机坪作业人员载拖车，要甲航机向后壁塞的时阵，飞机的起落架和拖车的带动拖杆弄坏，因为有零件歹去，所以日常作业停落，互旅客落飞机。库航的声明讲，因为起落架损害，这台飞机停伫台北检查。 原班机149名旅客安排坐 TR993航班，伫24下7点10分去新加坡，也对旅客所造成的无方便毁失的。被动的班机是减收2天，26拜2才恢复飞航。桃机公司讲，已经对这名驾驶做处分，包括吊扣驾驶许可证2个月、吊扣人员通行证7天，函报民航局依照民航法处理。 中营航空讲，中营航群已经对这名员工进行处分，也调整伊的勤务，改派无需要操作装备的工作，也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不过，这已经是今年桃机所发生的第9件治安事件。交通部处长王国才讲，主要是因为无照 SOP 操作加装备失效所造成。民航局也看情形做处罚。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伫10月份接来咱台湾参加咱的国庆的美国参议员克鲁兹，伊即马是正式讲，美国当地写台湾主权上程法案，要放任美国对咱台湾主权的概念。伫美国的官方的场合，就会使出现咱的国旗。针对这件代志，咱外交部是讲感谢美国各国对台湾的支持。 有关于美国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他于近期内提出了台湾主权象征法案的事情哦。那这个当前的台美关系紧密友好，互信坚强。那台美双方呢一向维持着多元以及畅通的一个沟通的管道。美国的国会长期以来呢，透过立法等方式呢，就台美关系重要的议题表达正面且友好的立场。 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议员采取各项的有我的作为，鼓励美国的行政部门放宽不合时宜的台美交往的限制。今摆看到这画面，就是今年美国的空军官校毕业典礼，咱的国旗出现伫咧会场的画面。若是这个法案通过，中华民国的国旗就会使出现伫咧美国政府的机关内底。 另外，这个法案嘛，只是国务院爱摕掉对待交往准则内底对咱台湾的种种限制。之前有一个查甫人讲，伊家己是中国派的间谍，澳洲媒体改号一个假名，叫做王立强。伊讲香港的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就是中国的情报单位，目的就是要影响咱台湾的选举。 经济部投审会讲，真正有这间公司伫咧2当前有汇1亿入来，讲要伫咱台湾设公司，讲要做不动产的买卖。即嘛是发觉讲，这间公司的负责人翁仔某真正有中国军方的背景，所以因翁仔某即嘛嘛已经互核制出境。 24暗，中国创新董事会主席向心和伊家后景清伫桃园机场被抓来，北检25透明核信，一直到26个透早，翁仔某2个人被裁定限制出境出海。没有什么政治动作，这是个司法作为，所以检察官执行这个职务都是独立的。 因为前一阵一名自称强谍的中国男子王立强，透过澳洲媒体透露讲，香港中国创新投资公司其实就是中国的情报机构，想要介入台湾的选举。经济部投审会透露，中国创新投资公司早伫2016年12月，就捌汇一外币差不多1亿个台票，申请伫台湾投资设立中华资本公司，计划经营不动产买卖和租赁等业务，并且以香港居民的身份申请，其中包括向心和伊的家后景。 查某囝向主旋一口罩等等，投审会经过4个多月的审查，最后以违反国安的理由驳回申请案。过去在中国的有一些军方的背景，项目是可以，但是我们认为它背景还是有国家的安全的疑虑。
因为疑似中国资金的身份和投审会动落来，煞无断了来台湾投资的意愿。台大教授高成炎伫咧单位性节目就压了，讲2当前伊所经营的地质公司，嘛捌接到向心投资的邀请。当时是要透过我的地热这个项目，那向心是香港籍的那投审会如果用我南洋地热公司的合作的话，它会通过。但是，外界更加关心的是，向心夫妇是中国政治单位的身份。总统蔡英文要求国安单位启动国际情报合作，进行了解。外交部2大回应，台湾愿意和美国、澳洲等地点挖近的国家继续合作。台湾乐愿与澳洲、美国等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呢，我们共同的来合作，来共同打击这个假讯息的一个攻击。另外，根据周刊的报道，向心夫妇这几年逐个月都来台湾，见拜停留差不多3-4天，而且已经伫台北市信义区买大量的不动产。这个是以医美和健康检查的名义入境，因为强调案才见光，互检警抓到，专案会朝向违反国家安全法法定组织罪方向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在介详尽来去现报早，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苹果日报》。当下病毒的疫情有在降，疾管署讲已经脱离流行期，也毋过10月份到11月中，共款有新增加4例当下病毒重症的病例，其中有1例是3岁住伫咧下港的查甫囡仔，防卫着了后已经不幸死亡。这嘛是今年第2例当下病毒死亡的案例。疾管署嘛是提醒讲5岁以下幼囡仔也是高危险群哦，所以家长一定爱细致。来看《自由时报》，今年伫咧世界锦标赛抢到奥运女子体操比赛资格，17岁的选手丁华踮，今年1月份伫咧世界杯墨尔本积极战又表现出一个新的动作，伊就去申请号名，经过9个月，即马已经摕到国际体操总会的许可，未来这个动作就名就叫做丁华踮，这是咱台湾的头一个。来看《联合报》。今年开始，即马退休要搁延后啊！劳保的老人年金领专业的退休金，即马要等到62岁才有通领，算的上无有14万人会受影响。明年正月2号进前，台中火力发电厂要减少土团使用量4成。台中市长罗秀燕昨伫咧市议会，伊是手提环保署来公文，这公文顶头写讲火力发电厂会当有10%的春酒，不过罗秀燕强调讲无通好参详。第二即摆就讲，假使若安尼，就打算要用行政的救济手段来解决。台中市长罗秀燕伫26早起的市政会议中讲谈话，对11月11环保署公文表示，依法中火燃煤许可应该付10%容许查达。罗秀燕强调，1180万吨的上限无啥物好参详的。只要我在没得商量煤炭这个事情不用商量，1104万公吨，如果可以放宽10%的话，那中火它可以燃煤发电，就会超过1200万公吨。对台中市政府强硬，环保署表示，10%容许查单是载明伫固定污染源许可证管理办法第9条中，台电也提出进前发的许可证，用真心换绝情来形容台中市政府伫减煤上限的态度。许可证依法规本来就有10%的弹性，这个规定其实18年前就有了。台中市核发给台中电厂的许可证也有载明这样的规定。台电非常努力，希望台中市府能够看电，不要真心来换绝情了。10%这个部分是在目前的法规的规定里面，行政机关都能够秉持依法行政的这个态度，去执行相关的这些许可证的核发跟整个后续的管理。对这场攻防战，台中市环保局指出有信心守住原本的底线。自治条例它强调的是上限，它不像我们许可证的管理办法，所以我们对法律的位阶我们非常有信心。我们都希望，中火的生煤能够减到1104万吨，而不是还有一个10%的阿收比。环保团体肯定台中市政府减煤决心，也强调市民健康袂当拍折。伫中央地方甲国营单位各有坚持立场。台中市政府呼吁台电中火用煤量特别达到上限标准，应该及早进行。台电是表示会采取行政救济手段，争取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交通的审查委员张胜雄因为不满交通建设的审查无照起工，所以伊辞掉审查委员，嘛发起联署，要求讲重大的交通建设拢爱接受公开审查。而且联署有得到真千人支持。即马交通部长林佳龙是应讲，学者的建议政府会摕来做参考。啊，那目前伫咧推设的建设，拢有经过大多数的委员同意。我境高铁总机场，政府伫高雄演造，嘛要设铁道技术研究和验证中心。早起交通部长林佳龙主持动土，对目前推动的轨道政策，和淡江大学运输管理学系教授张胜雄这期是硬要通过。国发起联署提出公开审查的诉求，林佳龙表示会纳入评估。重大的铁道计划也都是交通部跟地方政府的共识也经过各种委员会审查。那绝大多数同意才通过的那有关于一些建议我们也会再重新检视那研究跟参考。这是学者发起联署，原因嘛包括林佳龙捌讲过，学者个人强烈的意见不应该凌驾伫多数意见顶面，所以互人抨击政府部门言论无自由。众声喧哗啦大家有话都可以讲那彼此的角色也会就是互相的尊重。毕竟政府也是民选的嘛，也要为他的这个施政来负责。林佳龙态度落软，但是张胜雄认为，政府若是愿意调整，起码都应该公开轨道计划，让民众知影。一般的民众其实并不晓得说政府的决策会让他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我当然可以选择很多地方我要建捷运，但是我们要先知道说我们会付出多少的代价。张胜雄表示，若看较久长的重大建设应该比较宽平，有内容到审查过程伊都爱公开，伊会以联署得到的民意基础发起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中国的间谍王立强这个案继续在捧。即马有风声讲，咱总统蔡英文已经指示个案单位爱去澳洲调查。总统蔡英文伫昨昏，伊嘛强调讲，中国要介入影响咱台湾的选举，这是不时拢伫咧发生的代志。总统蔡英文来新北淡水替立委参选人卢顺利辅选，毋若参拜，佮参加座谈。毋过面对选战到达时间，王立强强调案继续伫拖，传出讲总统蔡英文指示个案单位启动去澳洲查证。调查单位还有执法单位都已经开始做必要的调查了哈。那在这段期间呢，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妄加揣测哈，那也不要做政治的操作哈，毕竟它是国家安全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蔡英文佮一再强调讲，中国介入渗透台湾选举是时时刻刻拢有的代志。若是伊的副手赖清德是落难去屏东替当届立委参选人郑嘉彬辅选时阵是呼吁国民党还有对手韩国瑜，唔通过来替中国辩解。我要奉劝韩国瑜市长跟国民党，不必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一致的是指控他一定是诈欺犯，不必因为个案的这个结果而去否定中国长期以来并吞台湾的事实，以及在中国派驻很多间谍在台湾这样的事实。蔡罗甲全力拼辅选，毋过即马所有投予因，毋过政党票无一定爱投予民进党的声音，出现分裂投票的危机。蔡英文是对不分区的名单，搁一概挂保证。这张名单代表了有价值面，也有我们的这个专业性，他们也有它的战力是一个很可以支持的名单。蔡英文面对两岸的关系，强调讲采取无抢声、无冒进的态度，坚持守护国家立场甲底线。对选战进入到达时间的阶段，嘛搁来杀政绩败，希望讲会当互选情变悬，转化做实际票源。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间谍王立强这个案，未输予台湾的政治界咧做风台。即马民进党团当地推出反渗透法草案，这嘛是引起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的批评，是批评政府唔通看到乌影就开枪。民进党要推动反渗透法草案，公布时机点真拄好。家伫中国干涉王立强，家伫亚洲受到中国指示，想要影响台湾选举的代志了后，而且离2020大选无到2个月，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呼吁民进党政府要赶紧组织跨党派的调查委员会，向人民说明个清楚。要求国安单位、经管单位对这件事情向人民做个说明。
然后如果我们的行政单位发现有什么漏洞，这时候才由行政院正式经过行政院的讨论，提出一个修正的法案，而不是临时在选举的时候在那边骗选票，然后呢制造恐惧感。宋楚瑜批评民进党政府莫看电影过开枪。另外，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赢过建制派，后续的发展备受期待。国民党率以医生的角度评估认为，香港问题会是慢性病。香港问题我看短期不会解决，这看来会陷入慢性病。我们要医疗慢性病，所以还是要看北京政府怎么去面对这个现实。你认同这样的说法？但是操控失败，不是操控不了。但他好像不觉得那个中国有在操纵台湾的选举。没有啦，有些话不要讲就好，就是说假讲也无加分哦。国民党、民众党目标是国会第3势力，网络有一项计算不分区立委前20名的名单，民进党占7席上侪，民众党有4席第2，国民党摕到2席。国民党议员对家己的民众党不分区名单真有自信。赢国民党不是光荣的事，好不好？不是光荣的事，好不好？输给民进党是可耻的事。记者台北综合报道。另外，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昨昏是伫台东，伊发表伊的农业也有青年政策，嘛因为中国间谍这个案烧未退，韩国瑜是爱王立强来台湾讲好清楚，嘛爱选民目睭白互金，爱看好清，唔通互骗去。韩国瑜26几天伫咧台东竞选拜票，早起甲台东县农渔民代表50多个人组谈，农民提出包括各地农渔会准费的争议，农产品大出应该减少进口农产品，农渔村欠工严重等等的问题。韩国瑜嘛保证，当选了后政府会一个解决，互台湾农渔特产外销出去。主要的是在凤梨跟我们的大陆跟凤梨世家等等，我们希望维持稳定。未来的政府要再加一个功能。就是带领大家，陪着大家去抢订单。韩国瑜嘛去伊宁部落陪老人食饭，佮出席台东青年座谈。韩国瑜表示，当选了后会改善交通，嘛鼓励青年创业的目标要放伫咧全世界。毋过选战到达时间，强调压愈逼愈大。韩国瑜批评对手镇压想要用强调压力抹黑，影响国民党总统大选的选情。太夸张！凭什么一位26岁的诈欺犯？可以影响到台湾的总统大选跟立法委员选举。如果这位自称王先生的26岁的澳洲人，我希望他来台湾说清楚、讲明白，而且我保证，他到台湾一下飞机，我肯定要告他。像这样子捏造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停止下来？韩国瑜伫咧台东拜票，副手张善政是成立副总统竞选办公室，建立国政选战中心、国政顾问团，也有副总统办公室作业小组，合作3支蓝队，要甲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做伙来合作。我们跟韩国瑜总统办公室那边分进合击，我们这边的主轴还是以我们国政顾问为主啊。换句话说，我们在选举里面要端出牛肉，我们不去诉诸口水。韩流甲拼选战，毋若分进合击。韩国瑜嘛，搁一届呼吁 NCC 面对强调压力报道甲选举抹黑爱负责任，毋通干那为何执政党去互民进党来利用。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共款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咧北部、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雨，西半部是侪云较好天。咱来看上新的云图。今日日是伫咧东北季风一部分有略略减弱啊，所以北部、东部、恒春半岛有短暂雨，其他所在澎湖、金门、马祖拢是侪云较好天。下暗东北季风阁会增强，所以暗暝才开始到拜五，正方面的北部、东部会阁落雨，而且可能会落大雨。气温的方面，伫咧北部、东部天气是较凉冷，其他的所在早暗较凉冷，中南部甚至是暗时温差较大。新竹这阵啊，在透风风真透，结果伫宝山乡有一支交通的指示牌啊，可能是靠风扇倒，转去喊着骑奥多麦经过的一个查甫人，这个查甫人不幸过往。伫画面当中会当看到机车徛伫咧路里，正边一块大型的路牌怎向转去，直接卡伫咧骑机车的人身上。路人看到，随过来斗相共，做伙甲指示牌提起来。路尾救护人员紧急将查甫人送病院，但是经过抢救了后，嘛是救袂回来。新竹在这个时候都是九降风啊，今天这傍晚的时候，那个风蛮大的哦，
可能有我看是6、7级，应该是有。那个基座的部分还完整，那是离基座大概20公分的地方啊，整个断裂。我看那个是柱子太薄了啦。昨天晚上新竹的风怎么样？哦，那个整个我家的那个窗户这样蹦蹦蹦蹦蹦，害我晚上都不敢睡觉啊，那很恐怖啊。根据新竹气象站的资料显示，新竹地区2个平均的风势4级，上大阵风达到7级，平均每1秒16公尺，这要挖近轻度风台的风势。县政府指出，这个路牌啊是伫106年完工，后续已经派人去了解，尽速厘清这发生事情的原因，然后可能该责任该谁负要尽速确认。那我们全力来协助家属善后的事宜。县辖内我们相关的大型指示标志还有路灯的部分，要求相关的权管单位，包括县府以及乡镇公所，还有公路总局等单位全面来做巡检。目前初步了解，路牌的基座并无生锈的情形，到底为怎样会向登记，佫需要厘清。后续官府会全面检视道路指示牌，以免类似的情形佫再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来关心香港，针对香港区议会选举的结果，美国总统川普即嘛是头一摆公开表态，伊讲美国人甲香港人徛斗阵，帮伫咧香港会当看到民主。Well, we're with them. I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as you know, with President Xi. We're in the final throes of a very important deal. I guess you could sa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eals in trade ever. It's going very well,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want to see it go well in Hong Kong, and I think it will. I think that President Xi can make that happen, and I know him, and I know he'd like to make it happen. 川普讲，伊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真好，而且虽望讲即马这美中贸易战的协议已经超到尾个阶段，也毋过该讲的也是爱讲。伊讲香港人用选票来维护民主，所以美国人要甲香港人徛斗阵，帮香港的局势会使愈来愈好。香港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赢，挖中国的建制派输添添。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昨伊是讲，伊承认这是社会对香港政府的不满，也毋过伊并无互北京击毙。另外，中国外交部是要求美国毋通插手香港的代志。香港区议会选举结束，泛民主派拍败亲中的建制派。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出席行政会议进前，承认讲即届选举表示出社会对政府不满，毋过问伊讲去互北京追究责任，伊是否认？我並冇得到咩中央要求問責嘅指示啊。親中的建制派伫這場選戰大敗，林鄭月娥表示，真濟選民用選票表達對暴力的不滿，示威民眾要求香港政府回應5大訴求，港府嘛伫咧9月份回應其中一項撤回條例。林鄭月娥閣頭一屆表示，考慮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來審查香港社會繼續動亂的原因。若是香港警察包圍理工大學寄宿學生放調佇內底，林鄭月娥強調講，目前已經採取人性化的做法。18歲以下嘅未成年人士咧，警方只係會記錄佢嘅個人資料之後，就盡快俾佢送去醫院接受呢個治療。香港反送中示威已經5個多月，根據路透社的報道，中國早就已經佇深圳設危機指揮中心。中國高層官員閣真濟屆甲林鄭月娥香港警察會面。中國嘛對中聯辦的危機處理無滿意，考慮要甲中聯辦主任王志明換掉。中國外交部閣調解美國駐中大使，針對美國參眾兩院通過香港人權法案，要求因停止過來插手香港的代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任何搞亂香港、破壞香港穩定繁榮的圖謀都絕不可能得逞。香港政府禁止合美法叫香港高等法院進行裁定部分違憲，嘛決定較慢頒布無效的裁決到11月29。對這個代誌，港府提出上訴，要求推翻裁定，目前還未確定聆訊的日子。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反送中運動燒要半冬，甲打這香港人因一開始上和平的手段在示威，結果演變做警民的衝突，沿街路拍到地鐵站，閣附甲機場，甚至連後園嘛成做戰場。香港政府對人民的5大訴求攏極點點，民眾一口氣是激佇咧心肝頭，一擺透過選票來討一口氣。
香港真正伫咧一国两制内底，毋过香港人想要家己治理香港，敢真正会使家己做主？来看公司台记台特派记者陈淑君、张玉瑞的分析报道。 这是全世界拢正出名繁华香港正美丽暗时风景。这个小小时的东方明珠，伫1997年为英国人的手中献予中国。当初中国政府保证香港会使母照跳、马照走50年未变，香港人会使家己治理香港人，受到香港基本法的保障。 香港人认为基本法的最后目标就是一人一票真普选，所以2014年香港人发起护选运动，要争取真真正正的普选制度。没想到讲中国发表白皮书，重新来解说一国两制，甚至伫2017年中国外交部指出，中英联合声明只是一份历史文件而已。一连串的抗争，佮加上铜锣湾测验、凊彩掠人等等的事件，香港人开始怀疑政府对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态度。去年因为一件伫台湾发生的命案。 香港政府要修订逃犯条例，未来犯坏人拢会使带到中国去审判。民众发起反送中运动，香港民众100万人甚至200万人行上街头抗争。政府若回应慢半拍无诚意，警民冲突嘛愈来愈严重，造成无法度好好收煞的局面。 香港回归还无到20年，即马看起来一国两制，亲像是一张梦，船过水无痕。伫阮采访的过程中，有香港民众甲阮讲，因这段时间经过苦难，上大目的应该是要互台湾人看好清楚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的态度。今仔香港讲的是明仔载台湾，值得咱好好啊思考。公司第一台记者陈淑君、张玉水伫香港的采访报道。 在国际上要紧来关心，南欧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昨昏发生30年来上严重的地震，规模6.4，海甲真厉害，嘛传出严重的灾情，上无有21个人死亡啊，嘛有超过650个人受伤。大部囡仔掉伫咧石头堆内面，一直哭一直喊，救援人员一边甲安打，一边想办法要甲救出来。这是南欧的阿尔巴尼亚。 当地时间2日透早4点多，地区冰心，将对民众伫咧困梦中被摇甲醒起来，也毋知影发生什么代志，赶紧走。有人未火走就被逮掉的。美国的地质调查所讲，这场地震规模是6.4，震央伫咧首都蒂拉纳西边36公里的所在，连附近的意大利也有感觉。这场地震是阿尔巴尼亚将近30年来上严重的地震。蒂拉纳有几多栋建筑物倒去，西部甲北部地区灾情也真严重。 Kailan maakt ik met zoet tek tafel met, je geeft me bang me luistert toe, hij weet waarom toe, ze komt erin. Nu kimi je test theater, a još džil škapurne, nu kimi pjes theater theaters. Džil pasuria, džil kampunu čas, a još piješ, čujun gadaškoj. 当地政府派大量的救援人员安置灾民。阿尔巴尼亚伫咧九月才发生规模5.6个地震，这边地区国冰心，和中建更加困难。来看美国。 南加州的圣塔芭芭拉如果发生新年野火，当地时间25日到野火开始烧，因为风正透，火是炭烧1660公顷。当地政府赶紧撤离火场附近的2000多名民众。另外，伫澳洲也发人真心酸的消息，进前和新年野火烧甲骹手拢烫伤，鼻仔也乌起的无尾型路易士，伫经过抢救了后，依然救袂大。治疗路易士的病医伫咧2点 FB 讲。 因为路易斯伤势严重，一直拢无法度好起来，决定该安乐死。病院讲，因是为着动物的福利伫咧设想，才会做这项痛苦的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澳洲是咧火烧山，也毋过澳洲当地做大水，包括意大利、法国、希腊拢在落大雨，造成土石流，上无有9个人死亡。有的车卡伫咧树仔顶，有的车扔伫咧路面内面，所有车拢被弄甲动都晒坏。 就连路边也规拢放弃，这户平地出来出外，规个乱糟糟。这是西南西部这几天受到大雨侵袭过了的情形，民众是真无奈。Βγαίναμε να δούμε και έμπαινε το νερό μέχρι να μαζέψουμε, να φωνάξουμε τα παιδιά που ήταν κάτω στο από κάτω σπίτι να τους φωνάξουμε. Έκανε μπαμ, δεν έμεινε τίποτα. Πόρτες, παράθυρα, δεν έχει μείνει τα πλυντήρια και αυτά είναι στον κήπο όλα. Και πήγαινε από εκεί να δει τον κήπο πώς είναι. 有个民众差一点仔就互大水冲走，迄当阵是甲树仔摸着的，摸2点外钟才暗命捡到。大雨的灾情同款出现伫咧意大利的西部，伫瓦山谷一座高架桥，因为大水甲土石流影响，桥墩断去，桥面放弃，好佳在无人伤亡。Io abito lì, vedo subito il ponte dell'autostrada, ho visto subito il ponte dell'autostrada che non c'era più e
stata presa proprio da un sconforto. Ha pensato e ha temuto che potessero essere coinvolte? Certo, la prima cosa che ti viene in mente è quella, memoria del Ponte Morandi. 另外，受到强降雨影响的是法国南部，其中伫咧瓦尔省境内受到大水影响上严重的几座城镇，伫48点钟久内就累积3个月降雨量，真侪所在溪水满过爆发，淹水正严重。到8月有一寡所在水位较消退，也阁有4500户失电。这边的雨总共造成3个国家至少9个人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墨西哥是拉丁美洲女性受暴力上严重的国家。伫咧国际消毒妇女受暴日，这一天有大批民众行上首都的街仔路抗议，嘛甲警方发生严重的冲突。抗议人士伫咧街头放火，用卡斩铁皮路挡。墨西哥有真侪民众伫咧国际消毒妇女受暴力这天，上首都墨西哥市的街头用激烈手段表达不满。警方是射催泪ga素，场面真激烈。墨西哥女性的地位真低，遭受到暴力的问题伫咧南美国家上严重。官方的数字显示，今年1月到10月有809名妇女遭受到暴力杀害，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成。国际调查组织的数字更加惊人，平均一天就超过9个人被杀害，每3个妇女就1人是暴力受害者。Las personas sufrimos día a día, nos asaltan, nos roban, nos secuestran, nos violan, nos matan y a ellos ni siquiera les importa. Pónganse, los pido, pongan tantitita empatía, pónganse en nuestros zapatos. Estoy en contra de tantas muertes de mujeres, ¿no? Desde las muertes de Juárez de hace muchos años hasta hoy en día que aparecen más de 9 mujeres muertas. Entonces, sí estoy de acuerdo. 伫咧同一个时间，附近的哥伦比亚也有真侪妇女站出来，若是抗议妇女遭受到暴力的问题，同时也支持反政府抗争，因为经济甲治安恶化，也个贪污的问题真严重，互妇女的生活愈来愈歹。这已经是哥伦比亚连续第5天发生街头示威，其他的南美国家包括阿根廷、乌拉圭、萨尔瓦多等国家，也有真侪妇女为反暴力上街头。记者综合报道。德国有一间真出名的博物馆，半暝半掉贼偷，2个贼仔甲博物馆内底3成的文物偷摕走，损失大约新台币336亿。港视画面会当看到2名贼仔摕着手电入去博物馆，用宝头讲喙玻璃了后，偷走珠宝甲文物。Danach sind sie, wie schon gesagt, wieder aus dem Gebäude raus und verschwunden. Erste Fahndungshinweise haben ergeben, dass möglicherweise ein PKW vor Ort stand, der dann geflüchtet sein soll. 警方表示，伫当地透早5点左右，贼仔为入境珍宝馆面对广场的方向破坏铁窗啊，入去馆内，无到5分钟就偷走3套18世纪用几十个宝石组成的珠宝，佮真侪红宝石、翡翠佮拿宝石，差不多100万件珠宝嘛，互偷走。Man kann auch noch mal darauf hinweisen, dass die besondere Bedeutung und Qualität darin liegt, dass diese Ensembles als solche überliefert sind. Wie Sie wissen, ist der Staatsschatz des 18. Jahrhunderts, so könnte man es beschreiben. 日清珍宝馆伫1723年成立，收藏4000件上价金银甲珠宝打造的珍奇物件，包括一尊60多公分悬、有喙角的摩尔人雕像，还有哥哥沙皇 Peter 大帝送的500多克拉的拿宝石，是世界上老的博物馆之一。德国媒体估计，互偷走的文物占馆内收藏的3成，价值10亿欧元，差不多台票336亿，是2战了后上大的艺术品互偷走的案件。不过，官方认为损失的文物代表德国的历史甲艺术文化，真歹估计损失。当地警方伫报案了后5分钟内底赶到现场，发现博物馆附近的配电设备失火，和馆内的警报系统失效，怀疑失火甲賊仔犯案有关系。因为这些珠宝被转卖风险真悬，官方即马烦恼賊仔为着脱手，会甲珠宝拆开用过去卖，或者有历史甲艺术意义的国宝就安尼消失。记者上报道。中国即马讲要放令日本牛肉会当进口啊！中国甲日本发表联合声明，讲双方已经签好势，上紧明年中国人就会当买到日本牛肉。双边会谈结束了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甲日本国务大臣茂木明充第2个联合发表声明，讲日本牛肉就即要恢复出口中国。日中両政府で
日中動物衛生検疫協定に署名できたことを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実際の日本産牛肉の輸入再開に向けて手続きの加速化を期待しております。日本伫咧2002年因为发生公牛病变做疫区，互真侪国家禁止牛肉输入。伫最近几年，日本慢慢摆脱公牛病的影响。除了香港甲新加坡伫10年前就已经解禁，台湾自2007年开始也恢复进口日本牛肉的产品。伫海外市场的需求增加，敢若去年一年日本牛肉的出口量就到3560吨，计达2470亿日元，数量甲金额伫3年内拢成长超过2倍。不过，中国甲南韩这两个日本边的国家解禁的脚步有较慢。最近几年，中国因为国民所得提悬，又搁受到非洲猪瘟影响，所以牛肉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日本的业者正期待中国搁再开放进口日本牛肉，若是无其他的变化，预计明年就会开放。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等咱国内每年也要选举啊，本地替民众出声，讲话负责监督政府的立委，有人即马说互公民监督国会人民点名做记号，讲因伫咧即个会期正罕的出现，嘛无讲几摆话，所以呼吁即马的立委唔通选举一到位就一支喙呼累累，黑白开8票。2010立法委员大选剩无45天，未少立委拼选举，各走摊全变成立法院的消息立委，毋是无在开会，就是无在发言。公民监督国会人民就点名，25个经济委员会都因为开会人数无够，全流会。批评部分现今的立委，伫咧这个会期还未结束进前，就已经放假拼选举。民进党立委一天都互人点名，伫咧立法院内底毋捌发言过。开了也是7次的会议嘛。期间又碰到女儿的事情，又碰到要选举的事情。那我虽然没有正式的发言，可是我都有用书面咨询，上网都可以查到。我觉得这样公都盟，我不晓得不是针对性还是干嘛。一天强调，家己拢有交书面质询，公督并袂当干那统计口头质询的记录。公督并统计第8会期为9月18开议，一直到11月2日为止。国民党的立委新智慧发言的影片干那一解，其他立委民进党籍的林岱华、区议员和国民党籍的柯秀华、齐志荣同款互人点名。剩下这几个礼拜的部分，请立委还是必须完成你现任的职务。如果你现在已经是立委的职务，都不扮演你立委的角色，我们怎么还会投你再担任下一届的立法委员呢？我们要求立法委员，请你捐出提早休会的薪资给所有外界的公益团体哦。公督并表示，会伫选前继续追踪这一寡消息立委的行踪，爱全国选民看清楚倒一寡现任的立委，伫咧也未当选就已经疏忽立委的工课，要求这个立委依照即卖规定，捐出薪水予公益团体，莫浪费国家资源。建若选举，就干那向开8票画口号。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是有一寡来咱台湾交换做交换生的中国学生，因讲因接到中国迄一边的通知，要求因上好伫咧明年1月11，咱台湾要转票进前，叫因爱转去中国。也毋过这个时间点卡到期末考，嘛互这学生囡仔真烦恼。2010总统大选真晚近，来台湾读册的中国学生嘛感受到选举的气氛。在1月中旬，中国学生的群组风声讲，各地台办建议中国学生休寒时阵较早订票，上好伫明年1月11进前离开台湾，愈早愈好。就美国留大学兼任教师就讲，有交换生来讨论期末成就要安怎。那我那堂课刚好是没有要考试的，是以缴交报告的方式。那我就是提醒他说，而且是分组的报告，就是提醒他说，那赶快跟同组的同学可能要把进度提前一点，要提早交。若是考试提早，烦恼公平的问题，老师讲好加载这门课交报告只是个案，袂伤困扰。刘姓研究会是指出，这个消息应该是中国官方例行通知，有的省份都无传，而且因为期末等到选举，学期提早开始，课程1月初3结束。期末考无啥会摆到拜5、初10。为了让那一周确实在投票前，应该各校都已经考完试了啦，学生应该离开学校都没问题。中国学生敢是因为台办的消息提早转去，也唔知影。不过台因应香港情势启动的访本省专案，中国学生确定无遐济，因为在台湾的听书加真复杂。入台证拿到以后呢，我们会寄给当地的在香港的大陆学生，他还需要经过他们
的政府的规定去办进入台湾的大通证。台大20拜五统计，共有74位中国学生送件。自5截止了后，敢若以16个37位伫香港的他国学生包括在内，唔愿透露最后中国学生的人数。台大嘛强调，加上247名台湾学生、199名香港学生、483名访问生，在1月初会陆续来到台大对班级做伙读册。记者综合报道。连锁咖啡店西雅度咖啡讲因100%拢用阿拉比卡咖啡豆啊，但过即马说互亚康讲，因内底有掺一寡较俗的咖啡豆啊入去。虽然地检署去工厂敲，真正有影发现违法，嘛讲会继续查落去。有名品牌西雅图的咖啡豆啊，讲是100%使用阿拉比卡豆啊，却被标出用较俗、较歹的咖啡豆啊，将俗的罗布斯塔豆啊掺入去对外卖。不法利息至少上千万。事件爆发了后，业者已经将部分产品换包装。按过树林地检署15甲市苗署台北市卫生局去福祉公司搜查，确认有13项产品标示无实在。有涉嫌有把市售的这个所谓100%阿拉比卡豆呢掺伪低价的罗布斯塔咖啡豆在市面上贩售。被告刘姓总经理在今天上午已经缴回犯罪所得1000万元。检方传唤被告姓刘总经理、姓李厂长甲姓何员工，顺后以违反食品卫生管理法、掺伪食品罪、甲刑法标示无实罪，有抵5万甲300万交保。业者会被调查起受媒体顶个月别行西雅图咖啡豆啊，掺有俗价咖啡豆啊。当时福祉公司发声明严正否认，1个月后被查出不法。业者发文道歉，指是产地会员无够，该用其他的咖啡豆啊无标示。新来外籍员工无涉及惨调，会负起退换费相关责任。关于涉及掺伪假冒的部分，是违反我们食安法第15条第1项第7款的部分。那149条是有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所以这个罚则是相当的重。那如果没有下架的话，我们食安自治条例是属3万到10万块的罚款，而且是连续处罚。台北市卫生局指出，这13项产品主要伫卖场、超市甲网络咧卖，已经要求伫18进前完成回收。姓刘总经理已经交回犯罪所得1000万。树林地检署表示，目前追溯到107年，后续会向下骹对其他年度是毋是有稳重无报。记者综合报道。由外送员组成的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即马已经正式成立，因要维护家己的劳动权益。比是外送员职业工会伫各县市陆续成立，台北市网络平台外送员职业工会嘛通过审核，25正式运作。工会指出，会以投保薪资24000去计算，外送员劳保逐个月1472块，健保费逐个月675块，工会头一届入会费500块，会费逐个月300。伫加入了后，会当有教育训练。只要你成为我们的合法会员，那我们就会赠送100万的团体伤害的意外保险。不过，组织成立外送员工会的内立家本身嘛是台北市汽车驾驶员职业工会理事长，多半有学者质疑，相中身份并不妥当。我除了是建车驾驶以外，我自己本身也是外送员。本身如果已经有一份劳保，那当你从事另外一份工作的话，那基本上职灾的部分其实也不用担心，这个部分也可以做理赔。内立家回应，伊家己本身嘛是外送员的身份，台北市劳动局嘛真支持工会成立。外送员认为，雇主无承认雇佣关系，其实无啥物无好，工时无受限制，颠倒会当相关卫生，所以会当考虑加入职业工会，家己负担多健保。如果有人贴，我可能就会考虑去加入。对。那加入工会就是要自掏腰包抽2000块，你可以接受？这我可以接受。工会阁特别点出，因有和Foodpanda配合，外送员只要会当证明是Foodpanda的外送同伴，就免交500块的入会费。不过，要受邀请去伫关于外送员权益公听会的律师，对这点是保持疑虑。职业工会这样子减收入会费的行为，其实是对工会自己的财务造成一个财务危险。平台这样的行为呢，就有构成工会法第35条第1项支配介入，对其他工会不公平的这样子的嫌疑。律师嘛讲，劳动部前一阵已经劳检认定Foodpanda、Uber Eats 等业者和外送员有雇佣关系，所以伊认为外送员若是要团结争取劳权，政府更加应该个别辅导成立公司内部的企业工会，有可能会比职业工会更加会当掌握和雇主协商的自主性。记者综合报道。
电风放上头，咱来去塔鲁国国家公园来看国家公园有偌水。即马国家公园管理处是委托纪录片的导演，开3年的时间，甲山区内底一寡真珍贵的动物、食物拢翕落来，做伙来看。用马翕的角度看出太鲁阁国家公园的景致，都海拔100公尺到3000公尺的关山特殊地形，内底有各种丰富的生态，像讲真罕快的麝香鸟，还有结构真特殊的食物。我们30来年拍了很多的影片啦，其实这么深入的生态展现是第一次。这个纪录片是太管处委托纪录片导演廖东坤用3年时间，伫咧山区内底唔惊风雨所完成的。为着要翕动植物，必须爱伪装。上长个捌一个人踮伫山区40多冬，度过地冻甲咸。那有一次就碰到大地震418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峡谷里面。那个峡谷上方大概有几百颗石头同时落下来，好像被炮弹炸到大爆炸那种感觉。特别注意的是，这届纪录片特别邀请在地太鲁阁族的音乐家彼得洛来做主角，希望讲用在地部落的角度，表现出国家公园无同款的风格。我有很多的感觉，那么多的山是那么的很奇妙，配合这个导演廖导这样子的拍摄工作，那他很用心。太管处表示，这支名号做心经太鲁阁的纪录片，大家拢会伫游客中心来放送，希望讲民众会当来看欣赏国家公园的水。记者综合报道。过去若讲到仙草，大家一定想到关西，毋过自从去年桃园的花彩节，优美大片桥仔式的仙草花海真水，或者优美的仙草的名号，即马嘛拍开知名度，所以农民即马种植面积嘛加真济。游客摕手机和翕相机直直翕相。自从去年桃园花彩节，用美区以大片的紫色仙草花海，抓请甲抓未调，甚至讲得到台湾普罗旺斯的好名声。今年扩大举办仙草花节，花海占地5公顷，是去年1公顷半的3.3倍。就连平常时啊，嘛拢是来遮赏花的游客。它第2次，我第1次，很漂亮啊，就是大就是美啊，还算蛮壮观的啦。怎么会想要来拍仙草花？就凑热闹吧，还不错啦。网络上看到的，觉得还蛮疗愈的，很漂亮。来看看。那自己现场看，还蛮疗愈的。有啊，心情很放松。规片的浅紫色、白色的花细细蕊啊，看起来真浪漫。桃园仙草花节顶礼拜六开幕，展期到12月初8。开幕头一个假日，就成21万人次来参观。目前用梅的农民所种的桃园2号，每年差不多伫这季当中的小细了后会开花，花期会当挡1个月，而且天气愈冷，花嘛开愈侪。桃园2号俗称香华，那有别于传统的一般仙草，仙草花造成轰动以来，那很多人对杨梅有仙则名的仙草呢，产生了非常大的深刻印象。伫过去，若讲到仙草，大家都会想到关西。但是自从杨梅推出这部仙草花海，拍响杨梅仙草的名号，农民种仙草的面积嘛，对104年的7公顷增加到即卖的15.7公顷，嘛积极开发仙草地、仙草洞等等相关的加工产品，增加农民的收益。记者综合报道。伫南投的仁爱乡有部落是种一项真特殊的芳竹米，而且一冬敢若会当收成1摆，因为种的面积较少，所以就真稀罕。即马部落的农民就嘛开发出芳竹米的料理，咱做伙来品芳。甲金瓜放入去芳竹米粽内底，食起来是加1分甜，阁有芳气，而且用金蕉叶甲伊包好。这是甲一般粿粽无同的料理方式。南瓜是原味的。很香，然后我们再用香蕉叶包起来。南投仁爱乡松林部落的居民希望透过这特别的料理，让大家知影这款米产量虽然是真少，不过品质是真好，而且阁有餐厅特别用芳竹米做芳竹米油饭、芳竹米鸡、金瓜糕、红豆芳竹米饭等等的料理。想要用我自己的料理方式，下去推广这个香糯米，想要让大家都看见说，原来这个部落有这么好的产品。香糯米应该就是日本他们带过来，带到台湾，然后就放在我们仁爱乡每个部落去试种，然后每个部落试种的时候，好像只有就是我们亲爱
村这边才种得起来，种出来也是进贡天皇的米，然后就变成传承，产量虽然少，可是品质还是很好。彭祖米家参加今年南投社区总铺赛美食料理比赛，摕到形体水、口味香的奖项，代表彭祖米做出来的好米是真声人。希望透过特色料理的开发，让彭祖米变做乡邻部落的招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228纪念馆英国是日本时代的台北放送局，伊的建筑物有中国甲西洋的形体夹造过，即马互台北市的文化局的文资审议委员会，甲这个建筑物指定做市定古迹。厝顶是中式码头墙，用至西班牙厝下加半圆形，反映出1930年代日本在台视频新亚式建筑风格。台北228纪念馆被台北文资审议会指定为市定古迹。这个建筑的特色在于说它是中西合并。那中式的方式在于说它的码头墙是有点像苏州的风味。那西式的是就有关于它的圆拱。那西亚建筑除了我们这边还有像高雄火车站，或者是这个现在的中山堂。台北228纪念馆上早是1930年代的台北放送局，1945年国民政府接受后改回台湾广播公司。1947年爆发228事件，当时抗争人士透过广播电台传消息，予全台民众用真紧响应。1949年改为中国广播公司，中共搬走了后，1997年才加入228纪念馆。文资委员认为，建筑有南欧的异国色彩，承载台湾人共同的历史记忆，有文资价值。设计人士是很出名的立山俊一，他的作品还有台北邮局。这个建筑有趣，它就如同一种混合物的文化，它包含了台湾、日本、东方还有西班牙。不过，市定古迹因讲是建物地内身份，因为1930年代当时企业附属设施放送亭早伫20年前，1998年就被公告是市定古迹。早年手机也无普遍，公园内底放送亭应互民众来收听广播。为什么主建物甲附属建物被列入市定古迹的时间差20年呢？文资委员表示，但是过真久真歹追究，不过无损228纪念馆的历史价值。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因为政治环境的打压，台语歌嘛受压迫，唱话拢较悲情。即马有一群少年人因组摇滚乐团，合作百合花，结合北管唱摇滚音乐，嘛要唱出少年人的台语歌。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帮下午10点，要带乡亲做伙来听歌。舞台顶摕鼓吹伴奏现代摇滚曲风，随音乐起落，台下观众也听甲入迷。4个少年人组成百合花乐团，是国内少数结合北管音乐，用全台语创作的摇滚团体。主唱林奕释因为长期伫县社学习，感觉传统音乐有危机，爱呼呼保存。这个北管南管的物件，其实就咧咱的身躯边。我也感觉讲，无赶紧学起来，敢若足可惜的。就是你家己就有保，你家己就有即个宝贝，你就甲放弃去啊，对。用传统元素创作，唱的煞是现代人的生活面貌。百合花乐团想要做的是，互台湾的少年辈会使认同台湾歌谣。百合花是有现代甲古早的融合，歌内底拢会听到足侪为细汉拢有听到的物件。迄编曲的感觉是足现代的，就有特色的。百合花的歌，它比较是玩台语这个语言的音乐，把各种不同的音乐去融合。成军6年的百合花，用新旧文化产生的花青，创作出特别的音乐作品。坚持音乐这条路无放弃，就是要互大家听到属于新世代的台语歌。记者王义峰、黄文良采访报道。关心天气，今日同款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咧北部、东北部受局部短暂雨。温度方面，伫咧北部是较凉冷，伫咧南部是较烧热。阁是继续来关心今日各地温度。
北部温度上加18度，上悬24度。中部温度上加18度，上悬28度。南部温度上加20度，上悬30度。东部温度上加19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上加16度，上悬2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